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皮叔，今天是2025年4月3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 A， 还有胡一进老师。今天胡适走势平心而论还是不错的。今天在特朗普全球加关税这么一个大背景下 ，A 股三大指数今日集体回调，截至收盘，沪指跌0.24%，深成指跌1.4%，创业板指数跌1.86%。这个虽然跌的不少，但是沪指跌的不多。沪指是因为有看不见的手在操纵，所以它这个指数已经失真了。我们这个时候要看创业板指数和深成指数。创业板指数跌了将近2%，那沪深两市成交量达到了1.13万亿，比昨天放量1600亿，这个是一个放量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放量下跌，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如果咱们仅仅看胡适，你感觉今天跌的很多，甚至你看创业板指数和深成指数，它已经破位了，沪指失真，实际上这个走势非常难看，属于一个放量破位下跌这么一个走势。我昨天也说了这个成交量如果是连续3天3个交易日在1万亿以下，那就确立了去年9月以来这一波反弹就正式结束了。那今天它又反弹到1.14万亿，天后看看这个节后。总之这个形势不太好，因为特朗普这关税一加，大家也知道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很难说加了关税咱们更好。今天又是大部分股票在下跌，为什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？美国加征关税以后，亚太股指全线下跌，这个越南的指数甚至差点熔断。周四开盘后，越南股市全线下跌，截至目前，越南基准股指下跌6.7%，其中制造业、公用事业以及中小企业股票悲观情绪尤为明显。美国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。2024年，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为1420亿美元呢，占到越南 GDP 的30%。然而，对特朗普来说2024年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230亿元，这代表着极大的贸易不公平。那美国对越南要加征46%的关税，对越南的经济的冲击那是非常明显的。越南股指创下了2001年以来，就是24年以来最大跌幅，可以说是股灾。所以你要跟越南一比，那咱们这个胡适的这回小散户确实感受到这个某种幸福啊。沪指才跌0.几，创业板也只跌了2%不到，跟越南股民比起来，毛雨小意思。很多人好奇说特朗普这关税他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有论有准，给咱们加了个34%，对吧？给越南加46%，它不是什么像以前那样的10、15、20，5个的加，它现在不是很精确。我在早上节目说了，它似乎有个公式的，那公式好像公布了，但是特别复杂。然后有人大聪明他说一个简化公式，这么一算好像也对，我想也是。那特朗普他那个小集团搞不出那么复杂的东西出来。你看大聪明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首先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国关税是67%，他认为中国对美国是有关税的，这是他认为。这怎么理解？他说美国对中国对等关税是67%除以2，就等于34%，45肉他的呀。越南对美国关税是90%，所以美国对越南对等关税就是这个90多除以2，就是46%。你看算的好像还挺那么回事，那大家就迷糊了。那怎么中国对美国还67%关税，越南对美国是90%的关税？这咋算出来的？就特朗普他怎么理解这个事的啊？然后说根据全球很多大聪明在一起一算，说特朗普他这个计算方法出来了，他是这么算的。他说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247亿美元，对美国进口是1636亿美元，那这顺差不就是3610亿美元吗？用顺差除以对美国出口，顺差是3610亿，对美国出口是5247亿，这么一除就是69%。而越南是2024年，越南对美国出口是1195亿美元，进口是151亿美元，顺差1044亿美元，顺差除以对美国出口等于88%。这么一算除以2之后就大差不差，就是特朗普所宣传的对等关税。那人家说你这怎么理解？大聪明也说了，特朗普他的理解非常朴素，非常简单。越南对美国出口赚了1195块钱，从美国进口成本是151块钱，越南一共赚了1044块钱。那么利润率是多少？利润率就是90%。也就是说，特朗普他认为越南每向美国出口1块钱，就从美国赚了9毛。那么
特朗普的意思是，合着你在我这儿做生意，你净赚9毛，你现在给我留下4毛6，就是一半给我，咱俩对半分。你看这么一理解，发现这特朗普他的想法，他的算法非常朴素，就很简单。你跟我美国做生意，你每卖1块钱到美国来，你赚9毛。现在好了，你只能赚一半，你剩下一半给我，你交一半的税。他就用这个方法把其他国家都算了一遍。当然了，这也可能是巧合。这特朗普反正算关税，那还是比较简单粗暴，这哪是什么真关税？他这个就是叫见面分一半。所以特朗普他才很蛮横的说啊，你们千万不要报复，你要报复，那就是你不打算跟我分一半是吗？那我给你更加严厉的反制。你看特朗普把对乌克兰这一套用在全世界。我们还是看看胡适受美国关税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。今天他这个表现纯粹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托市，我想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，不代表咱们就比越南安全，不代表咱们受关税的影响比越南小。咱们的关税是54%，也是有的产品已经达到80%，所以说这个影响恐怕在后面要逐步显现出来，所以它的影响比较深远。这个无形的手它能干涉一时，它不能干涉一世。我们再看看胡适这个奇葩现象，先看一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，一股民因操纵证券市场被罚近4亿，一个股民被罚款4亿。近日，天津证监局新增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因操纵证券市场，徐阳被罚没1罚3，合计罚没收入3.96亿元。这个是司马南老师40倍，司马南老师不是900多万吗？4倍不对，40倍。司马南老师还是要努力。天津证监局此前对徐阳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，经查明徐阳在涉案期间控制使用多个证券账户，以虚假申报手段操纵多只股票，获利近9897万元，这个是司马南老师的这个罚款的10倍。上述违法事实由询问笔录情况说明，有关合同、证券账户资料以及银行流水的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天津证监局表示，徐阳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徐阳曾提出部分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，部分账户不由徐阳控制使用，行为认定和违法所得计算没有标准，没有主观故意，未受到异常交易警示，对市场未造成影响等意见。不过，经复核，天津证监局认为徐阳的陈述申辩意见不能成立，对徐阳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。不久前，证监会同样开出一张上亿元的大额罚单。3月14日，证监会公布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显示杨某因操纵安奈尔等多只股票，违法所得1.4亿元。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证监会罚没1，也就是没收，把他的赚的钱没收，完了再罚1倍，合计罚没金额逾2.8亿元。我觉得光罚款不行，最好还要牢底坐穿。今年2月，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主任何彦春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证监会对42起操纵市场案作出处罚，合计罚没金额为49.5亿元。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操纵犯罪案件32起，移送犯罪嫌疑人104人。也就是这32个人还有刑事责任呢，准备坐牢。我们经常说大股东占用，大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利益，把上市公司的资金给占用了。这个大股东占用一般都非常隐蔽。我举个例子，大家是知道的，恒大对恒大物业资金占用140多亿，这就是典型的，因为恒大是恒大物业的大股东，他通过这种承担质押的方式，把恒大物业的140多亿给占走了。恒大物业在几家银行，它的下属公司、子公司在不同的银行有存款，拿这个存款做抵押，这些银行就给一家公司去贷款，这儿又承担做质押嘛，贷款合计加到一起140亿，这140亿最后7绕8绕的都是绕到恒大去了。这个事情一般的是很难发现的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打破。如果内部有人举报，那有关部门一查，就非常容易这个叫识破大股东占用。胡适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宝兴能源，它就是内部人举报大股东占用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宝兴能源它大股东占用，它事情已经发生完了。什么叫发生完了？就是大股东从上市公司占用了资金之后，他已经都还完了。按理来说，这个就神不知，这就更加复杂了，因为他占用了，他一还了，没有造成任何实际损失，但是也被举报了。监管部门一查，果有此事，立马进行处罚。3月20日，广东证监局公告
对宝兴能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原因是2021年2月，宝兴能源将合计约2550万元资金转给公司控股股东保利华集团及其关联方使用。截至2024年2月，保利华集团已归还上述款项，但相关行为违反了信息披露规定。宝兴能源于3月14日晚发布公告称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叶华能、前董事长宁元喜双双被证监会立案。我看了一下媒体对这个事情的报道，可以说宝兴能源那发生的故事，就这么一家上市公司，它发生的故事就是再牛的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剧情。为什么宝兴能源会被举报？为什么他的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都被证监会立案调查？事情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，还要从铁三角反目说起。保利华系掌舵人叶华能以及与其共事20余年的左膀右臂叫宁元喜、温慧，他一共是核心成员这3个人，老板叫叶华能，宁元喜、温慧这2个人跟随叶华能多年，相当于一起打拼的江山。这3个人一直被外界视为铁三角。不料共事多年后，最终因为利益和历史恩怨，要将曾经的合作伙伴送进监狱，令人唏嘘。在过去多年，被誉为铁三角的叶华能、宁元喜、温慧3个人分工明确，在保利华集团，叶华能担任董事局主席，掌舵全局；宁元喜主外担任党委书记，温慧主内担任总裁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打破，3个人后来因为利益分配不均，反目成仇，互相举报，都要把对方送进牢里面去，所以就上演了一出宫斗剧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内斗实际上就是源自利益分配不均，所以就将宝兴能源以往这些干的违法犯罪的事情都抖落出来了，互相都往出揭露这些底细，监管部门呢就顺藤摸瓜。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看。我想说的是，宝兴能源在胡氏应该是大名鼎鼎，因为它挂着能源2个字。胡氏有多少企业会像这个宝兴能源一样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？表面上看好好的，监管也没有办法发现它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直到他们内部开始狗咬狗之后，这些违法犯罪就浮出水面。就是胡氏有多少这样的企业？我们再看证券专家刘继鹏，他最近又在呼吁要合规减持，要管住那些绕道减持。刘继鹏最近他对量化、对大股东减持，他是认为这是胡氏一直犹豫不前、涨不起来的主要原因。大家看视频，千万不要被割韭。因此我想要谈这几点。第一个是关于转融通跟协议减持的。去年吴清主席把这限售股流通阻住了，问题是非限售股它已经够3年了。中国股市有5400家上市公司，其总股本大约是7.2万亿股，有近7.1万亿，它都在可流通状态。他们要流通数量太大，市场承受不了，怎么办？对这些可流通股，证监会说你报我一下就可以批你够3年了，但原则上这期间都不批，实际上把非限售股的流通也关了。于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出大量的协议减持。什么叫协议减持？大股东找2个机构，这机构可能都是他流通成立的关联机构，咱们俩做个交易，以8折的名义，我把这笔不少于5%以上大宗交易卖给那些基金或者新的机构，然后做一个公告，没有任何人管。6个月以后，这笔交易成交的新的机构就可以像散户一样卖了。整个过程并不需要任何审批，短短1-2个月，约300份协议公告出来了。就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它立刻就冒出来。所以我也带头说，一定要顶住协议减持。现在最危险的不是违规减持，证监会披露了好多违规减持，就是说你不能减持你就卖了，这个严厉处罚。现在最危险最大的不是违规减持，是合规减持。6个月以后又都冒出来了。最近证监会颁布了以协议转让方式违规减持线索筛查指引，证监会发的2025年报文，这里边就说要严厉打击利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违规减持，防范协议转让工具被滥用，异化为减持的通道。大概就这么个目的。这个文大概有40多条，大家看这儿，本协议适用于上海、深圳、北京证券3家交易所股东违规减持公告。证监交易所要通过监控发现违规减持线索，高度关注，
其他渠道的违规减持，重点筛查以下8个方面的事项：一、转让双方是否存在高度可疑的密切关联；出让方是否触及减持限制情形；三、受让方是否存在过桥通道的特征。这过桥通道就人家给你提供一笔资金，假的。其实那受让方买卖方是一家人啊，协议转让交易背景是否真实，资金来源匹配性是否存疑，支付安排是否合理，锁定期满后是否即可减持或清仓，协议转让后股价是否明显异动。然后呢，证监局要重点查3个方面，这我都把它高度简化了。核实该笔协议的转让是否存在合谋串通等违规情形，转让双方是否存在高度可疑的密切关联，转让资金是否存在异常情形，转让双方是否签署抽屉协议。这刚刚发的这个通告没有大规模的宣传，但是毕竟开始查协议转让，但是弄了这么多条40-50条来阐述这么一个道理，也有人说有必要这么复杂吗？说穿了就是把他们所谓的合规减持、变相减持也都锁定，谁要减持提出来，特殊情况1比1式的考虑，就一个都跑不掉了。总之看得出来，吴清主席上任之后，对大家反映强烈的问题都在努力地做出积极的反应。例如这次关于协议转让的规定，但是我们是否能把减持的矛盾再简化一些呢？例如只要大股东要减持，你首先就要达到你的分红数量要超过你的 IPO 数量，甚至包括历次定增配股的募资金额，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你既不能减持，也不能协议绕道减持。我们鼓励上市公司融资做强做优，大小股东多赢，但我们绝不鼓励大股东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减持、绕道减持，把钱放进自己的腰包。实际上，关于减持这个，你赌是赌不住的，只要有利益。你看看，你贩毒还有枪毙呢，那为什么还好多人去贩毒？大股东减持也是这样，你只要他觉得赚钱，你是拦不住的，他一定会想各种办法。你要知道，很多上市公司，它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减持，它5毛钱一股，1块钱一股，现在都涨到18了，跌到9块，他还赚8块，怕什么？他一上市就是18，一上市20，就是现在混得不好，跌到8块，那他还赚7块，一股就赚7块，什么概念啊？那大股东都是多少亿股的，随便卖点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财务自由。他上市本来就是为了套现，就把这个股份卖掉。所以说你怎么设计他都要卖，你除非说你不准卖，就不让卖，那就不流通呗，那不就走回老路了吗？大家还记得吧？咱们的胡适在应该20年前不是全流通，上市公司的股票一部分是流通的，一部分是不流通，所以说没有办法，你只有从源头堵住。上市的时候把这篱笆扎好，把这以上市套现为目的的公司把它给堵住。其实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企业，我作为老板，我对这个企业非常有信心，对吧？我认为现在它股价8块是低估了，它应该是80，那我会卖它吗？你逼我卖我也不卖。我认为这个企业每年为我带来的利润远远超过卖股票赚的钱，我也不会减持。你逼我减持我也不干，我甚至还增持。我觉得钱我持的股份少了，所以当大家都在减持的时候，说白了连公司连大股东都不看好这公司，这么多大股东在减持，说明这么多大股东都不看好自己公司，但是独那些金融消费者那些散户无由来的看好，说胡适要走牛，说这家公司涨到100了还要涨200，你把大股东都吓得赶紧把公司卖掉。所以在这里我要说，这些金融消费者，这些散户，这些蠢货，你看一看，只要大股东还在减持，拦都拦不住的时候，就说明他自己都不看好这股票。也只有这些人被人忽悠了之后，这些散户认为这股市还走牛，这股票多好，这故事听起来多美丽。大家听我的判断，如果哪天减持不再是事了，大股东都不减持，我们都骂他，真的到了这一天，说明胡适就好了，大家都珍惜手中筹码，惜售都舍不得卖，那你说那胡适能不好吗？最后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，这胡锡进老师非常有意思啊，今天把脸一变，
很有可能胡一金老师这2天又赔钱了啊。他昨天还在为小米苏七事件还在洗地，对吧？他本能的反应是，大家不要把矛头对准小米，不要对准智驾，不要对准新能源汽车，这些成绩来之不易。哎，他和稀泥，他一边又说这个死者也很惨，这个是个悲痛的事情等等，但是又让大家你不要这个把矛头对准新能源汽车企业，开始给小米洗地。雷军一回应之后，他又开始说雷军回应的好，实际上大家生气的是，为什么你小米要捂着3天？你不是第一时间道歉，或者不是道歉嘛？第一时间表态，是吧？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一定要负。如果是我们的责任，你就是第一时间出来表态。但是这3天里面，雷军不仅没有表态，反而发了很多代言，比如说什么文旅，还很多。他下面很多都是网友在下面留言说，你为什么能够如此心安理得？你的车起火已经烧死3个人了，大家没看见一样。3天以后，舆论已经急剧恶化，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跑出来承认责任这个问题，就跑出来回应。我看有网友留言说什么汽车厂商不应该出来回应，你这个说法确实比较愚蠢。如果一个企业他很少做宣传，他出了事之后，他也不是第一时间出来回应，他是等到对吧官方有了结论之后再处理，这个能说得过去。但是你一个企业它是以营销为主的，他天天都在吹自己多好，就像潘东来一样，他天天都吹自己员工收入多高，卖的东西多好，天天吹。如果哪一天出现有人投诉他说他卖的残次品，有员工说我这收入只有3000，那你说潘东来应该不应该第一时间出来回应？你以为他愿意回应吗？你以为雷军愿意回应吗？他为什么要回应呢？是因为再不回应，他以前做的工作都白做了，他的人设崩塌，他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那个形象已经 hold 不住了，只好出来回应，这叫反噬。没人说你必须回应。你看那油车出了事故，哪个厂商出来说第一时间跳出来回应？别管宝马还是什么丰田，甚至红旗，他出了事情都是按正常流程去处理，对吧？交管部门认定责任。那为什么新能源车企我们总是希望他第一时间出来回应？是因为他天天吹，大家因为听了他吹的，信了他吹的，才买他的车。胡一金老师昨天还在为小米洗地，今天你看他脸一换，他又变了，开始教育这个网友了。他说这个小米苏七事故之后，有很多网友，实际上这些米粉怎么说？这些米粉就跟我说的化妆粉是一样的，你喜欢小米，别人就不能批评小米，就变成这样。好，这些米粉他们就把这个责任推到这个死者身上，甚至还推到家属身上，进而网暴死者，网暴家属，就发展成这样程度。这基本上也属于禽兽不如。凤凰他写了一篇报道，转发红星新闻，说网暴小米苏七事故遇难者家属何其残忍。他这文章挺长的，我就不说了啊。那胡一金老师针对这个文章他写了个评论，他说我支持此文观点，而小米苏七事件中痛失女儿的父母正在至暗时刻，他们要求真相，情绪有些激动都是正常的，社会应当对他们报以同情和宽容，可以劝导他们，但绝不该对他们嘲讽挖苦，那样做是极其残忍的2次伤害，让我们作为文明社会对那样的网暴说不。胡一金老师又一次善言，这今天的胡一金老师打了昨天胡一金老师的脸，昨天胡一金老师还在为小米在洗地。按照胡一金老师说法，这个跟小米没关系，不要把矛头对准小米。那总得有人有关系，那不就把矛头对准这个遇难者吗？是你遇难者自己的责任。当网友把矛头对准遇难者的时候，这胡一金又跳出来了，你这么做很残忍。请问胡一金老师，这到底要网友怎么做？那网友追问小米，这个不对；网友把责任推到遇难者身上，或者遇难者家属身上，这也不对。那最后把责任推到哪儿对？我感觉胡一金老师是不是低级红高级黑？似乎引导大家把这个矛头对准看不见的大象。总之感觉胡一金老师这个精神时而正常，时而不正常。这个精神正常和不正常，这个是根据胡适的变化而变化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